講真，平時行超市係咪次次都衝去買嘢食或者日用品，完全冇留意過飲貨架上面收埋咗幾支平民神仙水。好多人以為要抗衰老、清血管就一定要食幾千蚊一樽嘅 NMN 或者貴價補品，但醫生同營養師見到甩幾款嘢當補，偏偏好多人當草，甚至睇都唔睇一眼。今日小楊同大家拆解5款喺香港求其一間百佳、惠康或者 City Super 都買到嘅隱藏神仙水，只要你識得飲，由50幾歲飲到70幾歲，分分鐘體力同皮膚仲好過的30歲後生仔，唔係講笑，飲啱咗真係可以後生返10年。呢5款飲品就擺喺超市貨架最當眼位置，可惜大部分人路過都視而不見。今日小楊逐一話你知佢哋有幾勁。第一款亦係小楊心目中最強嘅血管清道夫純石榴汁。唔好以為石榴汁只係甜甜地嘅果汁，醫學研究入面，石榴含有極高濃度抗氧化劑，尤其石榴多酚同花青素。年紀大咗，去到50幾60歲，血管硬化同膽固醇積聚好常見，好多老人家心口悶或者血壓高，就因為血管入面垃圾太多。石榴汁成分幫到手降低壞膽固醇氧化，預防血管粥樣硬化。有研究甚至發現，每日堅持飲少少純石榴汁，1年之後頸動脈內膜厚度減少超過30%，呢個數字好驚人，等於話你條血管年輕返10年8年。但要記住，超市買嘅時候一定要睇成分表，唔好買石榴味飲品或者加咗大量砂糖嘅濃縮果汁，要揀100%純果汁，最好冷壓嗰種。純石榴汁飲落帶少少澀味，但嗰種澀淨係清血管精華，每日飲大約100至150毫升就夠，唔使當水飲。如果有食開降血壓藥或者抗凝血藥，飲之前最好問醫生，怕同藥物有反應，因為石榴汁嘅活血效果真係好強勁。第二款，呢幾年中環尖沙咀高檔超市好流行，但平民超市都開始有得賣嘅康普茶，英文叫 Kombucha。好多人第一次見到入面有沉澱物以為壞咗，其實係發酵過程產生嘅益生菌同酵母。對成日出街食飯、腸胃唔好嘅香港人嚟講，康普茶簡直係通腸胃神仙水。中老年人最怕便秘或者腸道蠕動慢，毒素積喺身體，皮膚自然黃，個人冇精神。康普茶用茶、糖同菌種發酵過程產生大量有機酸同益生菌，去到你腸道可以重建微生態平衡。好多人飲一排之後消化好咗，連肚腩都細埋，呢個係真實用家反饋。最重要係康普茶有維他命 B 群同葡萄糖全酸，幫肝臟排毒。如果平時覺得個人好貴，50幾歲就似70幾歲冇晒活力，試下將汽水換成康普茶，日日飲效果更明顯。提大家，康普茶係發酵飲品，有微量酒精成分，通常低於0.5%，同埋有少少氣泡感，胃酸過多嘅朋友唔好空腹飲，最好飯後先享用。第三款，可能好多屋企廚房都有，但從來冇飲過，可以咁樣用，就係有機蘋果醋。小楊講嘅唔係老沙律嘅普通白醋，而係一定要揀含有無菌嘅有機未過濾蘋果醋。超市賣幾十蚊一大支，可以用好耐，但功效全方位。首先，中老年人最頭痛嘅血糖問題，蘋果醋好幫到手。研究顯示，食大餐之前飲一杯加咗1至2湯匙蘋果醋嘅稀釋水，可以有效提高胰島素敏感度，令餐後血糖升幅冇咁激進。血糖穩定咗，個人就唔會咁易餓，對控制體重非常有幫助。蘋果醋仲幫到手散滅腸道壞菌。如果成日覺得關節痛，好多時係因為身體有慢性炎症，而蘋果醋嘅弱酸性環境代謝之後，可以幫身體維持鹼性平衡，減低發炎反應，關節自然鬆晒。小楊建議飲法係1湯匙蘋果醋加1大杯溫水，太酸可以加少少肉桂粉或者代糖，千祈唔好直接成齒飲，醋酸會傷牙齒同食道，呢點一定要記住。每日朝早飲一杯，堅持1個月，會發現皮膚亮咗，個人輕盈好多，成個人好似換咗新嘅一樣。第四款，小楊私心最中意對抗關節痛最有奇效嘅純酸櫻桃汁。香港人好興行山做運動，但60幾歲好多人都話膝頭哥痛或者尿酸高痛風。
酸櫻桃汁有一種好特別成分，叫花青素1號同2號，係天然抗炎劑，功效甚至可媲美非類固醇消炎藥，但完全冇副作用。好多運動員比賽完之後飲酸櫻桃汁幫肌肉修復，呢個係運動界公認嘅秘密。對老人家嚟講，酸櫻桃汁幫到手，降低血液中尿酸水平，預防痛風發作，飲過嘅人都話正。更神奇係酸櫻桃係極少數含有天然褪黑素嘅食物，好多人年紀大瞓得唔好，凌晨3、4點就醒，晚飯之後飲少少酸櫻桃汁可以幫你自然入睡，提升睡眠質量，瞓得好，身體修復得快，自然後生幾年。買嘅時候一定要認住 Ted Cherry 而唔係普通甜櫻桃汁，只有酸櫻桃先有咁高濃度藥用價值，甜嗰種完全做唔到呢個效果。最後一款可能最平最容易俾人忽略，就係無糖豆漿。豆漿周圍都有咩咁神仙？其實對50歲以上女性或者開始步入更年期嘅朋友嚟講，無糖豆漿入面嘅大狗耳黃酮係最天然嘅植物性雌激素。年紀增長，女性荷爾蒙流失，導致骨質疏鬆、皮膚乾燥同情緒波動。每日飲一杯無糖豆漿可以幫你補充流失嘅能量。豆漿入面嘅優質植物蛋白對維持肌肉量非常重要，好多老人家手到皮包骨，其實係肌肉流失，而豆漿就係最好嘅平民補充品，又平又有效。最緊要係無糖，糖分係衰老元兇。如果由40幾歲開始，每日飲一杯無糖豆漿，骨骼密度同皮膚彈性到60幾歲，一定比同齡人好得多，呢個係有科學根據嘅。講咗咁耐，呢5款平民神仙水、石榴汁、康普茶、蘋果醋、酸櫻桃汁同無糖豆漿，每一款都有獨特醫學根據同健康價值。佢哋唔係神丹妙藥，唔會飲完一日即刻變超人，但融入日常生活，取代充滿糖分同添加劑嘅汽水紙包飲品，你會發現身體喺半年、1年入面有好大轉變。養生唔一定要使大錢，最緊要係有智慧去揀嘢飲。超市就係最大嘅藥妝店，即係睇你有冇呢雙慧眼。如果今年已經50幾歲，或者屋企有60、70歲長輩，記住聽日行超市唔好再行去糖水貨架去揾呢5支寶。由今日開始，每日飲少少，血管通咗，對腳有力咗，腸胃順咗，個人自然顯得後生。香港咁大壓力，更加要學識照顧自己。如果覺得最近好貴或者老得好快，不妨由小細節做起，唔使一次過買晒5款。先試石榴汁清血管，或者試蘋果醋排毒，慢慢嚟，身體會感受到你對佢嘅愛護。養生係長跑，唔係1日2日嘅事。由超市得幾支平民神仙水開始，還你健康同青春。健康先係最大財富，有健康先可以享受之後幾十年美好人生。一齊努力，飲出健康，飲出年輕。